歡迎收聽 Vince 粵聽世情，我係 Vince。今日呢段舊事，主角寫嘅書你一定聽過，但未必諗過佢呢個人寫《紅樓夢》嘅曹雪芹。好多人讀《紅樓夢》都會驚嘆一件事，書入邊嗰啲豪門大戶嘅細節，細到一道餸點樣煮，大到一場宴席點樣擺，全部都真實到好似作者親身坐喺席上一樣。其實道理好簡單，嗰啲場面唔係佢憑空作出嚟嘅，而係刻咗喺佢骨子裏面嘅童年。佢人生最初13年過嘅日子，比書入邊嘅賈寶玉仲要奢華百倍。1715年農曆4月26，曹雪芹喺南京嘅江寧織造府出世。佢係一個遺腹子，父親喺佢出世前3個月已經病逝。當時曹家嘅當家人曹夫特登向康熙皇帝呈上一道奏摺，話數碼氏已經有咗7個月身孕，要係可以添一名男丁，就係曹家嘅萬幸。滿月之後冇幾日，南京落咗一場大雨，曹奂又寫奏摺向皇帝報喜。康熙皇帝親自幫呢個啱啱出世嘅細路賜名詹，取嘅係蒙受皇恩嘅意思。一個細路個名係由皇帝改嘅，單憑呢一點已經足以說明曹家有幾有分量。曹家3代4個人掌管江寧織造，前後長達58年。曹雪芹嘅曾祖母孫氏係康熙嘅乳母，祖父曹仁由細就係康熙嘅伴讀同御前侍衛，兩個人一齊長大，情分比親兄弟仲要深。康熙6次下江南，有4次都住喺曹家，由曹仁負責接駕。呢種恩寵翻遍成個清朝都揾唔到第二家，所以曹雪芹一出世就係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佢唔使自己着衫，唔使自己食飯，就連行路都有人抱住。嗰陣時嘅佢根本唔知道乜嘢叫窮，乜嘢叫苦。佢以為全天下嘅人都係同佢一樣咁樣過日子，佢更加唔會諗到自己呢一身嘅富貴榮華，全部都壓喺一個人嘅恩寵上面。只要嗰個人唔喺度，佢手上擁有嘅一切就會喺一夜之間化為烏有。佢喺織造府嘅西園長大，每日接觸嘅都係金石、詩書、繪畫、園林呢啲最精緻嘅事物。祖父曹仁係當時最出名嘅藏書家之一，屋企收藏咗幾十萬卷書，仲主持編纂過《全唐詩》。曹雪芹由細到大都喺書堆入邊長大，除咗正統嘅4書5經，佢最中意睇嘅就係《西廂記》《牡丹亭》呢啲當時俾人叫做閒書嘅戲曲小說。曹家嘅權勢仲唔止係咁。曹雪芹嘅姑姐曹佳氏係由康熙皇帝親自指婚，嫁俾平郡王立爾蘇做嫡福晉。佢嘅表兄福鵬後來仲成為乾隆皇帝嘅伴讀。可以話當時嘅曹家就係江南地區真正嘅無冕之王。年幼嗰陣嘅曹雪芹甚至仲親眼見過康熙皇帝一面，佢親眼睇住自己嘅祖父係點樣不恭不敬淡迎接嗰位全天下最有權勢嘅人。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喺北京暢春院駕崩。消息傳到南京江寧織造府嗰陣，7歲嘅曹雪芹正喺庭院入邊放緊風箏。佢突然見到平日一向和顏悅色嘅大人，塊面全部露出咗一種佢從來未見過嘅驚恐神色，成座府邸一瞬間陷入一片死寂。康熙皇帝嘅死就好似一把一直懸喺曹家頭頂上嘅利劍，終於斬咗落嚟。1723年，雍正皇帝正式登基，佢一登基就開始整頓吏治，徹查全國各地嘅錢糧虧空。好多人都唔知道，康熙晚年嗰陣吏治非常鬆弛，官員挪用公款嘅情況非常普遍。曹家因為先後4次接駕，花咗一筆天文數字嘅銀兩，一早已經欠低國庫一筆巨額虧空。呢啲虧空，康熙皇帝在生嗰陣可以擘一隻眼閉一隻眼，但係雍正就絕對唔會容忍。曹家嘅身份由一開始就已經注定咗佢哋嘅命運。佢哋係滿洲嘅包衣奴才，所有榮華富貴同權力全部都係來自皇帝對佢哋嘅個人恩寵。
皇帝中意你，你就可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皇帝唔再中意你，你連一條狗都不如。呢種依附喺皇權之下嘅富貴，表面睇落風光無限，實際上就脆弱到不堪一擊。雍正登基之後，好快就將矛頭指向曹家。佢多次喺曹允嘅奏摺上寫低措辭，嚴厲嘅圖批，斥責佢行為不端，做事糊塗。有一次甚至直接鬧佢係個廢物，話如果再填補唔到啲虧空，就一定會治佢嘅罪。曹禺每日都活喺恐懼之中，佢將所有希望全部寄託喺侄仔曹雪芹身上。嗰陣時嘅曹雪芹啱啱8歲，成個家族嘅人都同佢講，只有好好讀書，考中科舉，先可以重新振興曹家嘅家業。叔父曹雲對佢管教得極之嚴厲，每日都逼住佢背誦四書五經，練習八股文。只要稍為唔專心，就會俾人鬧同埋打。但曹雪芹天生就唔係讀書做官嗰種人，佢對嗰啲枯燥乏味嘅八股文深惡痛絕，反而對詩詞繪畫、戲曲呢啲俾長輩稱為雜學嘅東西，有住令人驚訝嘅天分。佢成日都偷偷將《西廂記》、《牡丹亭》收埋喺四書五經入邊，趁叔父唔留意嗰陣偷偷拎出嚟睇。佢仲好中意整風箏，佢整嘅風箏款式新奇，飛得又高又遠，成個南京城嘅細路都好羨慕佢。有時佢會走到街上睇嗰啲戲班唱戲，一睇就係一日。每次俾叔父發現，都會俾人困喺房入邊罰跪，但係從來都冇改過。曹家嘅日子一日比一日更加難過。為咗填補虧空，佢哋逼住要偷偷變賣屋企嘅古董同田地。但就算係咁，啲虧空仍然好似一個無底洞，點填都填唔滿。府入面嘅奴僕開始偷偷攞嘢，以前嗰啲一味奉承曹家嘅親戚朋友，亦都漸漸同佢哋疏遠。曹雪芹雖然年紀細，但係亦都敏銳地感覺到屋企嘅變化。佢見到叔父每日都愁眉苦臉，見到祖母偷偷抹眼淚，見到母親不停唉聲嘆氣，佢開始明白呢個家已經唔再係以前嗰個無憂無慮嘅天堂。但佢乜嘢都做唔到，只可以匿喺自己嘅小世界入面，用詩詞同繪畫嚟逃避現實帶俾佢嘅壓力。1727年臘月嘅一個深夜，一道密旨由紫禁城發出，快馬加鞭趕去南京，下令將曹禺屋企嘅所有財物全部封存，同埋派人看守。12歲嘅曹雪芹喺睡夢之中俾一陣壓抑嘅喊聲驚醒。佢推開門，見到大廳入邊燈火通明，大人全部圍埋一齊，塊面滿係絕望嘅神色。嗰一夜，江寧織造府再都冇返昔日嗰份寧靜，天都未光，大批官兵就已經包圍咗成座府邸。冰冷嘅鐵蹄聲劃破清晨嘅寂靜，亦打碎咗曹雪芹最後嗰場童年美夢。官兵踢開大門，一擁而入，佢哋攞住清單，開始逐樣查封屋企入邊所有財物。台椅凳仔被逐件搬出去，古董字畫被裝入箱，就連廚房入邊嘅鍋碗瓢盆都冇放過。曹雪芹企喺院入邊，眼白白睇住自己由細大到嘅地方變成一片混亂嘅戰場。佢最中意嗰隻蝴蝶風箏，被一名官兵踩喺腳下，爛成一團廢紙。祖父珍藏咗成世嘅幾十萬卷藏書，俾人胡亂堆上馬車，有啲跌咗落地，再俾來往嘅人馬踩到粉碎。今次抄家，曹家幾乎失去咗所有嘢。根據當時官方檔案記載，曹家被抄沒嘅家產包括房屋13處，合共483間土地，8處合共19頃零67畝，仲有金銀珠寶、綢緞布匹、家私器皿等多不勝數。呢啲嘢全部被沖入國庫。曹會本人因為騷擾驛站同虧空國庫嘅罪名，被革職查辦，押入大牢。後來仲俾人帶上枷鎖，喺大街上遊街示眾咗1年幾。曾經接待過皇帝嘅江寧織造府，一夜之間就徹底變成一座凶宅。府入邊幾百個奴僕一抬而散，
有啲忠心嘅仲偷偷攞走咗一啲主人嘅財物。以前日日圍住曹家轉嗰班親戚朋友，而家全部都避得遠遠，連門都唔敢上。曹雪芹嘅祖母受唔住呢個打擊，當場就喊到暈咗過去。醒返之後，從此一病不起。不過雍正皇帝並冇趕盡殺絕，佢知道曹家嘅虧空大部分都係因為4次接駕造成，所以特登落咗一道旨意，話曹家世代為朝廷效力，多少留翻一啲房屋土地，等佢哋可以養家糊口。就係咁，曹家喺北京崇文門外算市口留低咗17間半屋同3對奴僕，呢啲就係佢哋全部家當。1728年6月，13歲嘅曹雪芹跟住祖母、母親同另外幾個家人離開咗住足13年嘅南京。佢哋坐住一架破舊馬車，一路向北。以前出門，佢哋坐嘅係8人大轎，前呼後擁。而家佢哋只可以逼喺一架4邊漏風嘅馬車入邊，食住最難食嘅粗糧餅。一路上，佢哋受盡沿途其他人嘅白眼同冷嘲熱諷。以前人哋見到佢哋個個都不恭不敬，而家人哋見到佢哋就好似見到瘟疫咁，避得遠遠。由江南溫潤嘅水鄉去到北方乾燥嘅風沙，由錦衣玉食嘅公子變成罪臣之後，呢一切嘅變化全部都發生喺短短半年之內。曹雪芹坐喺馬車上，望住窗外不斷向後退嘅風景，佢再都睇唔到南京嘅秦淮河，再都睇唔到織造府嘅西園，亦再都睇唔到嗰啲熟悉嘅面孔。佢終於明白，以前嗰啲佢以為理所當然嘅富貴，其實根本從來都唔屬於佢。嗰啲榮華富貴就好似天上嘅雲彩一樣，睇落好靚，風一吹就散。佢以前以為自己係世界嘅中心，到而家先發現，原來自己其實乜都唔係。馬車行咗1個幾月，終於去到北京。當曹雪芹企喺算市口嗰座破舊老宅嘅院入邊嗰陣，佢望住北方灰蒙蒙嘅天空，再望住院入面長滿嘅雜草，佢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再都翻唔到江南嗰個春天。嗰個錦衣玉食嘅少年已經死喺1728年嗰個冬天。啱啱去到北京嗰幾年，係曹家最艱難嘅日子。17間半殘舊嘅屋，3對年老體弱嘅僕人，就係佢哋全部嘅依靠。曾經連行路都有人抱住嘅曹雪芹，而家要自己擔水劈柴、生火煮飯。佢第一次知道，原來一碗白飯都得嚟咁唔容易。1735年，雍正皇帝駕崩，乾隆皇帝登基，新皇帝為咗籠絡人心，下令寬赦所有前朝嘅罪臣。曹允終於獲釋離開大牢，翻到屋企，曹家嘅日子總算稍為有咗一啲起色，成個家族亦重新燃起希望。佢哋再一次將所有目光都投向已經18歲嘅曹雪芹。喺當時嘅社會，罪臣之後想要翻身，只有2條路，一條係考科舉，另一條係入內務府當差。曹雪芹因為屋企被抄嘅經歷，科舉呢條路一早已經被堵死，所以佢只可以揀第2條路。18歲嗰年，佢進入內務府，做咗一個職位低微嘅筆貼式。呢份工作非常沉悶枯燥，每日就係抄抄寫寫，處理一啲無關痛癢嘅文書。但係曹雪芹天生就唔係一個循規蹈矩嘅人，佢性格豪放不羈，中意飲酒，中意同朋友一齊談詩論畫，根本頂唔順官場嗰啲繁文縟節。佢成日趁翻工嗰陣偷偷寫詩，有時飲大咗，仲會講一啲唔合時宜嘅說話。冇過幾耐，佢就得罪咗上司。乾隆13年左右，佢被正式革職，失去咗呢份唯一嘅工作。呢件事令叔父曹于徹底對佢失望啊！曹府覺得曹雪芹根本就係一個點扶都扶唔起嘅阿斗，親手毀咗曹家最後嘅希望。佢一怒之下將曹雪芹禁足喺屋企，足足禁咗3年啊！呢3年入面，曹雪芹唔可以出門，唔可以同朋友來往，每日只可以對住4書5經發呆。
但係正正係呢段被禁足嘅日子，令佢有咗大把時間去思考人生，去回憶過去。獲准離開屋企之後，曹雪芹徹底放棄咗踏上仕途嘅念頭。佢搬到北京西單刑部街一間破屋入邊，後來又住到崇文門外嘅臥佛寺，靠賣字畫維持生計，日子過得非常清苦。亦都係喺呢段時間，佢認識咗敦敏同敦成兩兄弟。敦敏同敦成係清朝嘅宗室子弟，佢哋睇唔慣官場嘅虛偽，亦都中意詩詞歌賦。三個人一見如故，好快就成為最好嘅朋友，成日一齊飲酒，一齊寫詩，一齊談古論今。敦氏兄弟非常欣賞曹雪芹嘅才華，亦都非常同情佢嘅遭遇，經常接濟佢，等佢唔使捱餓。喺同敦氏兄弟來往嘅過程入面，曹雪芹亦接觸到更多唔同嘅人。佢經常流連喺京城嘅戲院同茶館，睇到社會上唔同階層嘅生活。佢睇到皇宮貴族嘅驕奢淫逸，亦睇到底層百姓所受嘅苦難，睇到人性善良嘅一面，亦睇到人性醜惡嘅一面。佢終於明白曹家嘅悲劇唔係某一個人嘅錯，而係成個時代造成嘅悲劇。佢想將呢一切全部記錄落嚟，想寫出嗰啲佢親眼見過嘅繁華，亦想寫出嗰啲佢親身經歷過嘅淒涼。1744年嘅一個深夜，曹雪芹喺一盞昏暗嘅油燈下面攤開咗一張紙，佢攞起支筆，猶豫咗好耐，然後佢寫低咗風月寶鑑嘅第一行字。窗外傳嚟更夫敲梆子報更嘅聲音。好多人以為寫得出《紅樓夢》入邊嗰種鐘鳴鼎食生活嘅人一定過住衣食無憂嘅日子，但事實並唔係咁。1751年，36歲嘅曹雪芹帶住妻子同出世冇耐嘅兒子搬到北京西郊嘅香山腳下，呢度遠離京城嘅喧囂，租金亦平好多。更重要嘅係呢度夠清靜，適合佢專心寫作。但係佢冇諗過之後嗰10年會係佢一生之中最艱難亦最輝煌嘅10年。西山嘅生活比佢想象中仲要苦，佢哋住嘅係幾間破舊茅草屋，夏天漏雨，冬天入風，有陣時屋企連續3日都只可以飲稀粥，個仔餓到不停喊，佢只可以抱住個仔喺院入邊行嚟行去，連買紙嘅錢都冇，佢就將屋企啲舊黃曆拆落嚟，反轉喺背面寫字。有陣時真係寫唔落去，佢就攞起畫筆畫幾幅怪石或者山水，拎到墟市度賣。賣畫賺翻嚟嘅錢，除咗買少少糧食，剩低嘅全部都用嚟買酒。佢個朋友敦成曾經寫過一首詩形容佢嘅生活：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污，行門僻，行愁今雨，廢館頹流夢舊家。呢個就係曹雪芹當時最真實嘅寫照。但就算係咁，佢亦從來冇停止過寫作，將自己所有精力全部投放喺《石頭記》嘅創作之中。佢成日寫到深夜，油燈嘅火苗將佢嘅影拉得好長，手指俾墨汁染到烏黑，指甲乸入邊全部都係墨汁，點洗都洗唔甩。有陣時諗到一段好橋段，佢會即刻由床上爬起身，就算係寒冬臘月，都會披住件衫寫到天光。佢成日一個人喺西山嘅小路上徘徊，個口一路喃喃自語，有陣時對住一棵樹自言自語，有陣時突然哈哈大笑，有陣時又突然喊到眼淚直流。行過嘅村民全部都以為佢係癲嘅，遠遠見到就避開佢。冇人知道呢個睇落癲癲喪喪嘅男人正創作緊一部偉大嘅作品。佢將自己童年嘅記憶、家族嘅興衰、人性嘅善惡，全部都寫入書入邊。書入邊每一個人物、每一個場景、每一道菜、每一件衫，全部都來自佢嘅親身經歷。喺呢段最艱難嘅日子入面，佢嘅妻子一直默默支持佢，打點所有家頭細務，照顧個仔，從來冇埋怨過半句。有陣時曹雪芹寫到入晒神，連食飯都唔記得。佢就將啲飯翻熱一次又一次。除咗妻子，敦敏同敦成兩兄弟就係佢最大嘅精神支柱。佢哋成日騎住馬由京城趕到西山探佢，每次嚟
都會帶埋酒同糧食。三個人坐喺茅草屋入邊，就住幾粒花生，飲住劣質燒酒，談詩論畫，縱論古今。有陣時冇錢買酒，佢哋就摘幾朵院入邊嘅南瓜花送酒，飲到開心嗰陣就一齊放聲大笑，飲到傷心嗰陣就一齊攬頭痛哭。亦都係喺呢個時候，曹雪芹識咗鄰居張宜泉。張宜泉同樣係一個落魄文人，兩個人志趣相投，成日一齊遊歷西山，賦詩唱和。就係咁，曹雪芹喺西山嘅茅草屋入邊足足寫咗10年啦。呢10年入邊，佢冇過過一日好日子，受盡其他人嘅白眼同恥笑，嘗盡人間嘅甜酸苦辣，但佢從來都冇放棄過。佢一次又一次修改自己嘅書稿，前後增刪咗5次，每一個字都浸透住佢嘅心血同眼淚。1753年，《石頭記》頭80回嘅清寫本終於編整成型，手抄本開始喺京城嘅文人圈入邊靜靜流傳。每一個睇過嘅人都俾呢部書深深震撼，佢哋從來冇見過一部咁真實、咁深刻嘅小說。亦都係喺呢個時候，子賢齋開始為《石頭記》寫批注。子萬齋係曹雪芹最親近嘅人，佢了解曹雪芹所有經歷，亦知道書入邊每一個故事嘅原型。佢嘅批注唔單止解釋咗書入邊好多伏筆，亦留下咗好多關於曹雪芹同《紅樓夢》嘅珍貴資料。《石頭記》嘅手抄本一開始只喺敦敏、敦成兄弟嘅小圈子入邊流傳。但凡係睇過嘅人都俾佢徹底征服。人哋從來未見過咁樣嘅小說，佢唔寫神仙鬼怪，唔寫英雄豪傑，只係寫一個大家族入邊嘅日常瑣事。但偏偏就係呢啲日常瑣事寫得咁真實、咁動人、咁令人欲罷不能。好快，手抄本就由文人圈傳到中室王府，嗰啲皇宮貴族亦開始爭住借閱《石頭記》。有時一本抄本會俾10幾個人輪流傳閱，連書皮都揭到爛晒。當時京城甚至出現咗一班專門幫人抄書賺錢嘅人，一本完整嘅《石頭記》手抄本可以賣到幾十兩銀，喺當時已經足夠一戶普通人家生活足足1年。當時嘅宗室永宗睇完《石頭記》之後，寫低咗咁樣一首詩：傳神文不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可恨同是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後。永宗係康熙皇帝嘅曾孫，見慣咗皇室嘅興衰榮辱，但係就連佢亦都俾《石頭記》入邊嘅故事深深打動。除咗永宗之外，明義、袁枚等當時有名嘅文人亦都對《石頭記》俾予極高評價。一夜之間，曹雪芹成為京城文人圈入邊最神秘嘅人物。所有人都喺度談論佢，所有人都想認識佢，但係佢依然住喺西山嘅茅草屋入面，過住清貧嘅日子。佢唔在乎嗰啲虛名，佢只在乎自己嘅書稿。1759年，兩江總督尹繼善聽聞曹雪芹好有才華，邀請佢去南京做自己嘅西賓幕客。對當時嘅曹雪芹嚟講，呢個係一個難得嘅機會。唔單止可以有一份穩定收入，仲可以翻到佢闊別30幾年嘅故鄉。就係咁，44歲嘅曹雪芹再次踏上南京嘅土地。當佢企喺江陵織造府嘅舊址前面嗰陣，成個人都呆住咗。曾經雕梁畫棟嘅府邸，而家已經變成其他人嘅宅院；曾經開滿鮮花嘅西院，而家已經生滿雜草。佢細個住過嘅房間，佢放過風箏嘅院子，佢同祖父一齊讀書嘅書房，全部都已經唔見晒。佢喺南京住咗1年幾，行遍南京嘅大街小巷，拜訪咗好多以前同曹家有來往嘅舊人。佢聽住佢哋講起嗰啲一早已經俾人遺忘嘅往事，講起祖父曹仁當年嘅風采，講起康熙皇帝接駕時嘅盛況，呢啲故事全部都俾佢寫入咗《石頭記》入邊。佢對書稿進行咗一次非常重要嘅修改，令入面嘅人物同情節變得更加豐滿、更加真實。
但就喺佢以為生活終於開始有啲起色嗰陣，噩耗傳咗過嚟。佢嘅第一任妻子因為長期勞累同營養不良，染上咗重病。等曹雪芹匆匆由南京趕返北京嗰陣，妻子已經奄奄一息。妻子捉住佢隻手，望住佢擺喺台上邊嘅書稿，一句說話都講唔出。佢跟住曹雪芹挨咗成世苦，從來冇過過一日好日子，但佢從來冇埋怨過。佢知道呢部書稿就係曹雪芹條命。妻子去世嗰日，曹雪芹將自己困喺房入邊，足足3日3夜都冇出過嚟。佢冇喊，亦冇講嘢，只係靜靜淡坐喺度，望住妻子用過嘅針線，地足發呆。後來喺朋友嘅撮合之下，曹雪芹同一樣出身貧寒嘅許方興結咗婚。許方興係一個善良又能幹嘅女人，佢悉心照顧曹雪芹嘅起居生活，亦支持佢繼續寫作，為曹雪芹灰暗嘅生活帶嚟咗一絲微弱嘅光亮。但係呢一絲光亮並冇維持幾耐，《石頭記》廣泛流傳，終於引起咗官府注意。當時正值乾隆朝文字獄最嚴重嘅時期，好多人只係因為寫咗一句詩，講咗一句說話，就俾人滿門抄斬。而《石頭記》入邊嗰啲描寫官場黑暗、家族興衰嘅內容，喺官府眼中就係大逆不道。更加不幸嘅係，一直暗中照顧曹雪芹嘅表兄平郡王福鵬，亦喺呢一年去世。福鵬係乾隆皇帝嘅伴讀，亦係曹雪芹喺朝廷入邊唯一嘅靠山。福鵬一死，曹雪芹就徹底失去保護。1759年冬天，曹雪芹結束咗喺南京嘅工作，翻到北京。當佢推開自己屋企道門嗰陣，即刻呆住咗。屋企俾人擰到亂晒龍，台凳全部倒喺地上，佢嘅書稿散落一地，好明顯曾經有人嚟過呢度搜查。佢惹喺地上，一張一張膽執起嗰啲散落嘅書稿，冰冷嘅紙張好似刀片啖割住佢嘅手指。今次搜查只不過係官府打壓嘅開始，好快朝廷就正式頒下禁令，話《石頭記》誨言誨盜，蠱惑人心，嚴禁喺民間流傳。所有俾人搜到嘅抄本都要當眾銷毀，收藏同傳抄嘅人亦都要受到嚴厲懲罰。一時間，京城人人自危，好多以前爭住借嚟睇抄本嘅人，而家都偷偷將啲書燒咗，驚會惹禍上身。但係越係俾人禁止，《石頭記》就流傳得越快。人哋將抄本收埋喺床下底，收埋喺牆壁嘅夾層入邊，偷偷互相傳閱。日頭唔敢睇，就夜晚點住油燈睇。官府嘅禁令反而令呢部書成為當時最神秘亦最受歡迎嘅作品。但係曹雪芹嘅日子就一日比一日難捱。官府啲人成日上門騷擾，盤問佢嘅行蹤，搜查佢住嘅地方，鄰居亦開始疏遠佢，驚俾佢連累。以前嗰啲追捧佢嘅文人，而家全部都避得遠遠，連一封信都唔敢寫俾佢。佢嘅生活亦陷入前所未有嘅窮困。敦敏同敦成兩兄弟嘅家境亦大不如前，佢哋自己都要靠朝廷嘅俸祿過日子，可以接濟曹雪芹嘅亦越嚟越少。曹雪芹只可以靠賣畫為生，但佢性格孤傲，唔肯幫嗰啲達官貴人畫畫，佢只畫怪石同山水，而且只賣俾自己睇得順眼嘅人，所以佢啲畫成日都賣唔出。有陣時屋企連續幾日都冇米落鑊，妻子只可以去掘野菜煲稀粥俾個仔飲。個仔餓到面黃肌瘦，成日攬住佢隻腳嗌住要嘢食。曹雪芹望住個仔，個心就好似俾刀割咁，但佢乜都做唔到。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繼續寫書。長期嘅貧困、勞累同精神壓力徹底拖垮咗佢嘅身體。佢先得40幾歲就已經頭髮花白，連個背都駝埋，仲患上嚴重肺病，成日咳到直唔起身，每次咳手巾上面都會沾住點點血跡。佢知道自己剩低嘅時間已經唔多，所以佢更加搏命啖寫，成日一寫就寫足成晚。就算自己窮到連飯都冇得食，曹雪芹亦從來冇忘記幫助其他人。
佢有一個朋友叫于叔道，因為身體殘疾而冇咗份工，屋企窮到就嚟餓死。曹雪芹知道之後就教佢整風箏，佢仲特登花咗幾年時間編寫咗一本《南烏北縣考工志》，書入邊詳細記錄咗各種風箏嘅掣、作方法同圖樣，等嗰啲殘疾人士同窮人可以靠整風箏為生。佢仲精通醫術，村入邊啲窮人冇錢睇病，佢就免費幫佢哋診症執藥，有陣時仲會將自己屋企僅有嗰少少糧食送俾嗰啲生活更加困難嘅人。村入邊啲人都好尊敬佢，佢哋唔知道呢個癲癲喪喪嘅男人係一位偉大作家，佢哋只知道佢係一個心地善良嘅好人。曹雪芹嗜酒如命，賣畫賺翻嚟嘅錢，除咗買少少糧食，剩低嘅全部都用嚟買酒。佢成日一個人坐喺西山腳下嘅小酒館入邊，飲到酩酊大醉，其他人都以為佢係借酒消愁，只有佢自己先知道，只有喺飲醉嗰陣，佢先可以暫時忘記現實嘅痛苦，翻到嗰個曾經繁華嘅江南夢入邊。佢知道自己寫嘅書會為自己招嚟殺身之禍，但佢從來冇諗過要放棄。佢將自己所有痛苦、所有憤怒、所有希望，全部都寫入書入邊。佢知道自己已經活唔得耐，佢一定要喺死之前將呢部書寫完。1762年秋天，北京爆發咗嚴重嘅痘疹疫情，呢種病喺當時係不治之症，尤其對細路嚟講更加係致命嘅。每日都有好多細路死去，成個北京城都籠罩喺一片恐懼之中。曹雪芹每日都提心吊膽，最驚自己個仔染上呢種病啊！佢唔俾個仔出門，將屋企嘅門窗全部鑿得實一實，但係要嚟嘅始終都係嚟咗。嗰日下晝，個仔突然發高燒，曹雪芹解開個仔嘅衫，見到佢隻手臂上面出現咗一粒粒紅色嘅疹。曹雪芹個腦嗡一聲，一片空白。佢知道呢個係痘疹，喺當時呢個就係絕症，尤其係對未夠10歲嘅細路嚟講，幾乎冇可能捱得過。嗰年秋天嘅北京，痘疹疫情已經失控，每日都有過百個細路死去。城外嘅亂葬崗上面堆滿咗一副副細細嘅棺材，所有藥鋪都逼滿人，所有大夫都束手無策。曹雪芹抱住個仔，走遍京城所有藥鋪，求遍所有佢認識嘅大夫，但冇人救得翻佢個仔。佢甚至走到幾十里外嘅寺廟燒香許願，跪喺佛像面前，叩頭叩到頭破血流。佢話願意用自己條命換個仔條命，但係一切全部都冇用。個仔嘅高燒越來越嚴重，身上嘅疹越出越多，佢成日瞓喺床上昏迷不醒，間中醒翻就虛弱啖叫爹爹。曹雪芹同妻子日夜守喺個仔床邊，妻子對眼一早已經喊到腫晒，眼淚流乾咗，就只可以發出沙啞嘅哭聲。曹雪芹一邊咳血，一邊幫個仔抹身餵藥。佢唔敢合埋眼，最驚一合眼個仔就永遠離開佢。嗰段時間，佢完全停低咗寫作，台上嘅書稿鋪滿晒灰塵。佢曾經寫過無數次生離死別，寫過無數次失去親人嘅痛苦，但直到呢一刻，佢先真正明白乜嘢叫撕心裂肺。佢寫過巧姐出竇嗰陣王熙鳳嘅焦急，寫過秦鐘去世嗰陣賈寶玉嘅悲痛，但係嗰啲文字同佢而家承受嘅痛苦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呢個寫出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悲劇嘅男人，呢一刻卻只可以眼白白望住自己個仔一點一點走向死亡。佢乜嘢都做唔到，只可以捉住個仔冰冷嘅小手，一片又一片啖叫住佢個名。1763年中秋節，萬家團圓嘅日子，曹雪芹個仔永遠合埋咗對眼。個仔斷氣嗰一刻，妻子當場就暈咗過去。曹雪芹企喺床邊一動不動，佢冇喊亦冇講嘢，只係靜靜淡望住個仔蒼白嘅小臉。佢就咁企咗足足一晚，直到天光，佢先慢慢彎低身，將個仔抱入懷裏。
佢親手幫個仔整咗一副細細嘅棺材，然後一個人照住副棺材行到西山腳下，將個仔埋喺一棵松樹下邊。冇墓碑，冇儀式，只有佢一個人企喺墳前，由日出留到日落。由嗰日起，曹雪芹就好似變咗另一個人，佢唔再講嘢，亦唔再笑，成日坐喺個仔墳前，一坐就係一日。有時佢會對住座墳講書入邊嘅故事俾個仔聽，有時佢會攞出個仔生前玩過嘅風箏放上天空，然後望住隻風箏越飛越遠，淚流滿面。佢開始瘋狂飲酒，每日都飲到爛醉如泥，賣畫賺翻嚟嘅錢全部都攞去買酒。有時飲醉咗，佢就瞓喺雪地上面，由得大雪將佢蓋住。村入邊嘅人都以為佢癲咗，只有妻子知道佢個心已經死咗。敦敏同敦成兄弟聽到呢件事，即刻由京城趕過嚟睇佢。當佢哋見到曹雪芹嗰陣，全部都嚇呆咗。只係短短幾個月時間，佢已經老到好似一個70歲嘅老人，頭髮全部白晒，瘦到只係剩低一把骨，頭對眼冇半點神采，好似一口枯井。敦成捉住佢隻手，忍唔住放聲大喊。佢話：雪芹，你唔可以再咁落去，你仲有你部書，你仲有我。但係曹雪芹只係搖咗搖頭，乜嘢都冇講。個仔嘅死徹底擊垮咗佢嘅身體，佢嘅肺病越來越嚴重，咳血亦越來越頻密，有時一啖血吐出嚟足以染紅半張紙。佢知道自己冇幾耐命，所以佢又重新攞起支筆，佢要喺死之前將《紅樓夢》寫完。佢將自己所有痛苦、所有絕望、所有不甘，全部都寫入書裏邊，修改咗好多情節，令書入邊嘅悲劇變得更加深刻、更加動人。佢寫林黛玉嘅死，寫賈府嘅敗落，寫所有美好嘅事物，最終全部化為烏有。呢啲都係佢自己親身經歷過嘅事，但佢最終都係冇寫完。1763年2月12日，隨即北京城周圍都係炮仗聲，家家戶戶都喺度食團年飯。西山腳下嗰間茅草屋入邊，卻係一片死寂。曹雪芹瞓喺床上，氣息微弱，妻子坐喺床邊，緊緊握住佢隻手。佢望住台上嗰疊未完成嘅書稿，嘴唇喐咗喐，想講啲乜嘢，但係已經發唔出聲。窗外落起咗大雪，鵝毛一樣嘅大雪蓋住咗成個西山，亦蓋住咗遠處嘅北京城。曹雪芹慢慢合埋咗對眼。佢死嗰陣只有48歲，身邊只有妻子一個人，屋企連買棺材嘅錢都冇。佢用一生心血寫成嘅《紅樓夢》仲未寫完。曹雪芹死咗，死喺萬家團圓嘅年30晚，死喺漫天飛舞嘅大雪之中。佢死嗰陣，冇一個達官貴人知道佢個名，冇一個文人雅士嚟送佢最後一程。佢個朋友因為路途遙遠同官府嘅禁令，甚至連佢最後一面都見唔到。最後都係幾個好心嘅鄰居夾咗少少錢，幫佢買咗副薄皮棺材，將佢葬喺西山腳下一片荒地入面，冇墓碑，冇墓誌銘，直到今日都冇人知道佢座墳究竟喺邊度。假如冇一個女人，《紅樓夢》可能永遠都唔會流傳落嚟。呢個女人就係子乃齋。曹雪芹死後，支靈齋繼承咗佢所有書稿，忍住巨大悲痛，繼續為石頭記寫批注。佢一片又一片淡讀住嗰啲熟悉嘅文字，一片又一片淡寫低自己嘅感受。佢嘅批注唔單止解釋咗書入邊好多伏筆同隱喻，亦留下咗好多關於曹雪芹生平嘅珍貴資料。佢就好似一個守護者，用自己嘅生命守護住呢部用血淚寫成嘅書。喺之後幾十年入面，石頭記一直以手抄本嘅形式喺民間秘密流傳，每一本抄本都俾人視若珍寶，人哋偷偷傳抄，偷偷閱讀。好多人睇完之後都忍唔住痛哭流涕。佢哋喺書入邊睇到自己嘅人生，睇到自己嘅命運。直到1791年，呢種情況先終於改變。
一個叫程偉元嘅書商花咗10幾年時間搜集各種唔同版本嘅石頭記手抄本，佢揾到當時嘅文人高刊，請佢整理同續寫後面40回，之後佢哋用活字印刷術出版咗120回嘅《紅樓夢》。呢個係《紅樓夢》第一次正式出版，一夜之間呢部被禁咗幾十年嘅書，傳遍大江南北，上至皇宮貴族，下至平民百姓，全部都爭住睇《紅樓夢》。當時有一句說話：開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入枉然。《紅樓夢》嘅出版徹底改變咗中國文學嘅歷史，佢被稱為中國古典小說嘅巔峰之作，亦被稱為中國封建社會嘅百科全書。佢入邊寫嘅愛情、寫嘅親情、寫嘅人性、寫嘅興衰，直到今日依然可以打動每一個讀者。曹雪芹嘅朋友亦用自己嘅方式紀念佢。敦誠寫低咗著名嘅台詩：牛鬼為民悲李賀，鹿車河台葬劉伶。佢話曹雪芹就好似李賀一樣，係一個天才詩人，但佢嘅一生卻比李賀更加悲慘。張宜泉亦寫低咗《雙芹溪居士》，懷念呢個同佢一齊遊歷西山嘅好友。曹雪芹嘅第二任妻子許芳興喺佢死後一直守寡住喺北京，靠幫人做家務為生，孤苦伶仃。淡過完下半世，佢一直守護住曹雪芹嘅遺物，直到生命最後一刻。好多人只知道曹雪芹寫咗《紅樓夢》，但好少人知道佢仲係一個多才多藝嘅人。佢寫過一本《廢藝齋雜稿》，入邊記錄咗金石、編織、雕刻、風箏等8種技藝。佢寫呢本書嘅目的係想令嗰啲殘疾人士同窮人可以有一技之長，可以靠自己雙手生存落去。貴州省博物館入邊仲收藏住一本總勤人曹霑畫冊，呢個係目前公認曹雪芹唯一流傳落嚟嘅書畫作品。200幾年過去，《紅樓夢》被翻譯成幾十種語言，喺全世界廣泛流傳，世界各地嘅讀者都被呢部偉大作品深深打動。後來仲形成咗一門專門研究《紅樓夢》嘅學問，叫做紅學。紅學已經成為一門世界性嘅學問。當然，直到今日，關於《紅樓夢》嘅爭議依然冇停止。尤其係後40回嘅真偽問題，更加係紅學史上最大嘅懸案。好多人認為後40回唔係曹雪芹寫嘅，違背咗曹雪芹嘅原意。但無論點都好，正正因為有程偉元同高閔，《紅樓夢》先可以完整地流傳落嚟。1715年，江寧織造府張燈結綵，慶祝一個男嬰滿月，康熙皇帝親自賜名，滿朝文武都前嚟到賀。呢個一出世就企喺人生巔峰嘅細路就係曹雪芹。1763年，北京西山一間茅草屋入邊，48歲嘅曹雪芹孤獨淡死去，身邊只有妻子一個人，屋企連買棺材嘅錢都冇。好多人都問過同一個問題：曹雪芹究竟經歷過啲乜，先可以寫出《紅樓夢》入邊嗰啲無比真實嘅車華場面同嗰啲刺骨嘅世態炎涼？答案其實就喺佢嘅一生入邊。佢寫大觀園入邊嘅錦衣玉食，寫一道茄子要用10幾隻雞嚟配，寫一場宴會要花幾千兩銀，呢啲全部都唔係佢憑空想象出嚟，而係佢童年時每日都經歷緊嘅生活。佢寫賈府被抄家嗰陣嘅慘烈，寫奴僕一婆而散，寫親戚朋友避之則吉，呢啲亦都係佢13歲嗰年親眼見到嘅場面。佢寫王熙鳳嘅精明能幹，亦寫佢嘅貪婪狠毒。佢寫林黛玉嘅敏感多情，亦寫佢嘅尖酸刻薄。佢寫薛寶釵嘅端莊大方，亦寫佢嘅世故圓滑。因為佢見過太多呢種人。佢喺江寧織造府入邊，喺京城嘅王府入邊，喺西山嘅茅草屋入邊，見盡人性所有光明同黑暗。佢寫生離死別，寫失去親人嘅痛苦，因為佢經歷過父親早逝，經歷過妻子離去，經歷過獨子夭折。佢寫
好一似食盡了頭林，落咗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因為呢個就係佢自己一生最真實嘅寫照。《紅樓夢》之所以偉大，從來唔係因為佢寫咗一段幾曲折嘅愛情故事，而係因為佢寫咗一個時代嘅悲劇。佢寫一個依附住皇權嘅家族點樣由鼎盛走向滅亡，寫喺嗰個封建時代入邊，無論你幾有錢幾有權，最後都逃唔過命運嘅安排。曹雪芹嘅一生就係呢個時代悲劇最完整嘅縮影。佢曾經擁有過全世界最好嘅一切，之後喺一夜之間失去所有。佢由雲端跌落泥沼，嘗盡人間所有疾苦，但正正係呢啲苦難成就咗佢。佢用咗10年時間增刪5次，每一個字都浸透住佢嘅心血同眼淚。佢死嗰陣仲未寫完呢部書，但佢已經將自己嘅生命全部融入呢部書入邊。200幾年過去，嗰啲曾經不可一世嘅皇宮貴族，嗰啲曾經權傾朝野嘅皇帝大臣，全部已經化成塵土，冇人記得佢哋個名，冇人記得佢哋嘅事蹟。但曹雪芹同佢嘅《紅樓夢》卻永遠活咗落嚟，佢個名被刻喺中國文學史上最耀眼嘅位置，佢嘅作品被翻譯成幾十種語言，傳遍全世界每一個角落。一代又一代嘅讀者從佢嘅書入邊睇到自己嘅人生，睇到人性嘅本質，睇到命運嘅無常。今日當我哋揭開《紅樓夢》嗰陣，依然可以睇到嗰個企喺江寧織造府入邊着住錦衣華服嘅7歲少年，佢正喺院入邊放風箏，面上帶住無憂無慮嘅笑容。我哋亦可以睇到嗰個坐喺西山茅屋入邊頭髮花白嘅48歲文人，佢正喺油燈下面一筆一畫淡寫住自己嘅書稿。佢哋嘅身影慢慢重疊埋一齊，化成中國文學史上最動人亦最悲傷嘅一道風景。講到呢度，我諗起我哋香港人成日講嘅一句說話：富不過3代。呢句說話我由細聽到大，意思好似係話家業敗落，多數都係後人唔生性。但你回頭睇曹家3代風光，敗得乾乾淨淨，偏偏唔係呢個道理。曹家嘅富貴從來都唔係自己賺翻嚟，而係借翻嚟，借嘅係一個皇帝嘅寬心。康熙喺度，呢份寬心就係滔天富貴；康熙一走，呢份寬心就變成一筆連本帶利嘅債，由雍正嚟追。嗰個曾經將你高高捧起嘅靠山，一轉身就變成催你還債嘅債主。曹雪芹呢一生由雲端跌落泥濘，睇盡人情冷暖。佢真正睇透嘅唔係邊一個人好定壞，而係一件事將自己條命壓喺其他人嘅恩寵上。呢件事本身就係最大嘅不穩。所以佢寫《紅樓夢》寫嘅從來唔係一段兒女情長，而係一整個時代，係一個人無論幾有錢幾有權，最後都壓唔住嘅嗰份命運。舊事不舊，因為講到底都係人心。多謝你聽到呢度，呢度係 Vince 越聽世情，聽舊事睇人心，知世情。我哋下一段舊事再見。